电脑软件推荐。在本视频中，我将向您推荐一个音频编辑器，它是一个免费的、开源的、跨平台的音频软件。Audacity 是一种易于使用的多轨音频编辑器和记录器，适用于 Windows、macOS、GNU Linux 和其他操作系统。Audacity 的特征：录音 （recording）。Audacity 可以通过麦克风或混音器录制现场音频，或数字化其他媒体的录制内容。导入导出 （export/import）。导入、编辑和组合声音文件。以多种不同的文件格式导出您的录音，包括一次多个文件。音质 （Sound Quality） 支持16位、24位和32位。采样率和格式使用高质量的重采样和抖动进行转换。外挂程式 （Plugins） 支持 LVR、LVR、Nyquist、VST 和音频单元效果插件。效果可以在文本编辑器中轻松修改，甚至可以编写自己的插件。编辑 （Editing） 使用剪切、复制、粘贴和删除轻松进行编辑。还可以在绘画中进行无限制的顺序撤销和重做，以返回任意数量的步骤。特效 Effects 实时预览 LVR、VST 和音频单元 macOS 效果。插件管理器处理菜单中的插件安装以及效果和生成器的添加删除。辅助功能 Accessibility 可以使用键盘完全控制曲目和选择。大量的键盘快捷键。分析 Analysis 频谱图查看模式用于可视化和选择频率。绘制频谱窗口可进行详细的频率分析。支持 VAMP 分析插件。有关这些功能的更多信息，请参阅 Audacity 手册。链接。下载 Audacity 的链接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视频。